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叔，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。這一期咱們再閒聊。這兩天有一個比較大的新聞，什麼新聞呢？都是跟稅務有關。首先是上市公司北大荒，他發了一個公告，6月22號，公告稱公司收到税務局通知，需補繳2021年至2025年期間企業所得稅及滯納金合計14.1億元。預計將減少2026年年度淨利潤14.1億元。北大荒大家知道嗎？我的印象中它是央企，而且是中央直属一個大型的農業種植集團，那是絕對的親兒子。我看了一下他的公告，他說是補繳2021、2022、2023、2024、25這5年裡面的企業所得稅，還有滯納金。這個沒有罰款，沒有什麼末級罰級。根據北大荒的介紹，補繳某種意義上是對這個稅法理解不一致，也就是說，作為央企北大荒，他對稅法不理解，所以按照去報的稅。具體什麼原因，我大概看了一下，這個北大荒它下面有很多土地是農產职工的，農產職工的地，他們種的这租金就享受國家政策補貼優惠，而非農產職工的地，你要承包什麼的就不享受這個優惠。大概这意思，反正他们就把很多地，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就算成了農產職工的，這樣這個就享有一些補貼，就這麼個錯誤。這5年間稅要補繳14億加滯納金，但是這個中間曲折，我們作為普通人、非專業人士很難把它整明白。無獨有偶，昨天中國人民銀行又發了一個公告，中國銀行逃稅被通報，逃稅23.67億元，但是他逃稅這個不是稅務機關給他查出來的，而是審計署發布的審計報告披露的。6月23號，審計署發布的審計報告披露，中國銀行涉稅違規問題。中國銀行2023年至4月至2025年8月，安排2家下屬金融機構作為通道，通過裝入大量出資1元至100元本行員工等湊人頭，將11只私募基金包裝成公募基金，利用公募基金免收所得稅的政策優惠逃避稅23.67億元。說實話，我也不太清楚這為什麼私募和公募差距就這麼大。本來它是私募基金，但是它通過這個把人數是不是擴大，讓它看上去像是公募基金。公募基金和私募基金稅收優惠不一樣，中國銀行就通過偷逃稅款，也就是享受了政策優惠將近24億。無論是北大荒他對稅法理解偏差，把這個職工的地和其他農戶的地給他混淆了，還是中國銀行你看私募和公募混淆，總之都是佔了國家的便宜。不同的是，北大荒是稅務機關查出來的，而這個中國銀行是審計署查出來的，他們都是央企。這說明什麼問題呢？我想起了加藤老師他也把自己的企業假裝成小微企業。為什麼要假裝成小微企業？加藤老師他注冊了影視公司啊，他拍電影，他的影視公司他把它虛報成小微企業，那就享受稅收優惠。他通過這種手段也偷逃稅款，那這個和中國銀行還有北大荒有異曲同工之妙啊。在這裡面有很多網友說啊，這個是不是確實他們理解有偏差，或者是什麼其他的原因？但是我想告訴大家，北大荒、中國銀行都是上市公司，還有第三方審計，你自己做賬你理解不了，你把這個當作什麼補貼，但是這個專業的審計機構他也不知道嗎？他們這些審計機構能拿到牌照都是財政部發的，會計師證、什麼會計師什麼註冊，那都是他們的直屬，他們的這個應該主管是財政部，難道他們是專業機構，他們也理解偏差嗎？短短的這麼幾天裡面，就2家央企需要補稅幾十億，那麼中國銀行這個怎麼定性？是不是偷逃稅款？是不是要罰？這個不知道，咱們吃瓜群眾可以看，反正它是左口袋倒右口袋。虽然是左口袋倒右口袋，但是口袋和口袋畢竟不一樣，部門利益啊。我為什麼提醒說短短的時間裡面就2個央企被罰？實際上按照審計署的說法，農行也要派人去查，農行也發現問題了，那跟着稅款也有關係。所以我在網上查了一下，作為央企北大荒補稅14億，自從2020年以來，需要補稅的上市公司不查不知道，一查嚇一跳。
僅僅是2026年，你看愛尔眼科要補稅3.48億，加滞納金1.76億，這就是5.24億。愛施德補稅1.85億，滯納金1.23億。電投能源2.96億元，廣匯能源超過4億元，南方醫療是1.7億元，五礦資本超2億元。這個五礦又是央企，這個電投能源應該也是央企，我們也查，這是5月底公布的。還有一些小公司，那就補個100多萬、幾千萬的都不算，什麼綠島豐690萬，新威股份不到200萬，中建環能300萬，還有很多。這是什麼一個風向？這說明了什麼？大家心知肚明，沒錢了。如果你把時間再往前推，那前面查的更多的是網紅帶貨直播的，是明星。我記得這個疫情期間的大概21年或者22年，第一個倒霉的就是薇婭，他好像是10幾億賬號被封，後面就是明星鄭爽也好幾個億，滯納金加罰款加原本的稅款，還有雪梨什麼鄧倫，那24年到26年那就更多了。去年最出名的就是我們的加德老師是将近小1000萬罰款加補繳，還有其他的今年好像什麼搞汽車的博主，什麼陈震，還有探店網紅白冰啊，这些我們都習以為常。這位明星網紅直播帶貨的，好，現在是吧，越來越像這個央企上市公司，這個成為高發區。這說明什麼？實際上這個反映的不是個別企業被查，而是全國性的集體補稅潮。這些上市公司它要公告，所以我們知道了。那些明星網紅它有傳播效應，所以我們知道了，因為在網上一傳播就知道了。但是更多的企業還有人，他就默默的，對不对？他把罰了就罰了。圈內做生意、開公司、做企業的老闆應該會感覺非常明顯。這一輪稅務稽查不是查當年，是倒查追溯，普遍查到2021年。根據彭博社報道，有很多高淨值用戶。什麼叫高淨值用戶？賬戶上恐怕有幾千萬，尤其是那些這個國籍不明的，他好像是持有海外的國籍，但是他又在國內到處遊蕩。這些人就高淨值用戶，他們都接到了據說稅務通知，要倒查到2018年。這都是傳言，因為只要不是明星，不是網紅，查了反正也沒人知道。這一次查央企，它跟以前查明星網紅還不一樣，因為查明星查網紅，不管怎麼說查加州老師，他是認為是主觀上他們偷稅漏稅的動機，有這種嫌疑，他們交的稅和他們的收入完全對不上，就他們動不動比如說直播帶貨，動不動就上100億的，但是交的稅呢只有可憐的幾十萬，那稅務局肯定就盯上了。比如说贾德老師的粉絲7000萬，什麼電影賣書又是朗誦，啥玩意都幹，代言這個酒什麼都幹，結果稅才交多少，那稅務局給他盯上了。他們非常明顯就是有偷逃稅款的動機。但是這一次把矛头對準上市公司，對準這個央企，那不都是自己人，是不是都是正規軍？為什麼對準他們？這些央企未必有主觀惡意偷稅漏稅，但是他們由於種種原因，保不齊他也游走在灰色地帶，通過這些很多這個條文解釋不清，各自解釋，從中牟利。這一輪 A 股上市公司集體補稅，絕大多數企業包括北大荒，都是早年在地方徵管寬鬆、口徑不統一、有自由裁量空間的時代留下的賬務漏洞、口徑差異、合規瑕疵。簡單點說，這行業大家都這麼幹，地方的稅務部門也沒有認真去管，那就監管是默認，地方政府也默認，稅務也默認，這些就這麼過去了，5年6年。那現在為什麼要翻出來呢？沒錢了，口子要收緊，都得交錢。它反映的是這種，大家還記得吧？前幾年有很多上市公司公告，他們剛開始是招商引資去了某一地方，那個地方政府當時招商引資的時候是給他們承諾，是吧？比如土地便宜，給他們返稅，給他們返什麼各種錢。好，現在公告這些錢都要退回去，為什麼？說你不符合這個條款，不符合國家那個政策。當時地方政府他自己執行，自己違規。現在借着上面統一要求，把這個绳子往上提一提。好，
地方政府反過來跟這些企業要錢，把要回来。为什麼？缺錢，大家工資都發不下去了，是吧？我看你們日子過得還可以，你把這以前給你的錢你返回來，是不是？這上市公司公告非常多啊。所以這一切其實很簡單，就是什麼？沒有錢了怎麼辦？所以我們前一陣子有節目說，地方財政現在基本上沒有一個地方能做到自給自足，連上海都做不到了，怎麼辦？都等着轉移支付，都等着上面發錢。那上面也沒錢，上面在哪兒弄錢？大家明白什麼意思了吧？那只好他這些央企就開始查，還有誰哪個地方還能刮上來錢的。所以說來說去，核心原因只有一個，就是土地財政難以為繼，地方財政緊張，上面也緊張，都缺錢，還有大的難處。等大家都伸手向上面要錢的時候，上面沒有錢怎麼辦？總是蚊子腿上刮肉也不行，所以把手伸向了央企。所以最近的一些組合拳，大家就能想明白為什麼你再想換綠票子，想往外跑越來越難，把口子給你扎死了。想通過地下錢莊，像螞蟻搬家似的把綠票子給搬走，越來越困難。那些脫離監管，去炒美國的紅綠市場的，或者是韓國紅綠市場的，那都不行，因為你脫離監管。現在同時肉要爛在鍋裡，你自己偷偷的跑到美國去炒納斯達克，你賺了錢沒人知道，沒法收你的稅。經濟好的時候，稅務也不想那麼多事，麻煩，對不對？誰都不願意麻煩，所以講的是人治。賦稅偏低一點，對吧？賬務有點小瑕疵，申報口徑不嚴謹，地方稅務局可以結合招商引資、企業貢獻、當地就業，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因為經濟好的時候，你好我好大家都好，得過且過，尺度可鬆可緊，只要你懂事，可談可協調。但是現在有時都沒錢，土地財政搞不下去了，上面現在增長的稅種只有個人所得稅在漲，其他的稅都在降，什麼意思？對吧？個人所得稅是以2位數在增長，其他的稅種都在降，你說說怎麼辦？所以只好加大徵收力度，要打開廣開稅源。所以最近是吧，也在嚴打開票經濟，咱們也介紹過，現在很多地方有的，比如山西、江西，很多地方都搞開票經濟，尤其是物流這一塊的平台經濟、開票經濟，現在各個地方都在嚴打。因為這玩意又是偷稅漏稅的重災區。這裡講個小道消息，這是傳聞，大家一聽就行了。說印度有個邦的這個大官，應該是個秘書長之類的這種官，他配合印度的莫迪，印度中央政府的防腐，人家防腐部门，印度的類似於這個紀委，他搞了一個人工智能防腐的系統，這是印度的紀委開發的，向全國先試點了印度的有一個邦。那個邦的秘書長，他是負責對接的人。好，在他們那個邦就開始裝這個系統，把系統一裝好之後，把那數據導進去。結果說這個秘書長手欠，所以人家這個系統調好之後，他就把自己名字輸進去查了一下，結果冷汗直流。那顯示的數字比他自己還清楚，比如說他還有多少錢在哪兒，哪個賬戶，在國內所有的賬戶，還有錢是流向不明的，是吧？海外。人家是人工智能調取各個銀行、各個金融機構、各個他所能掌握的數據進行分析，人工智能一下把他自己的整個的名下財產，還有可能疑似代持的在誰手上，全部查得清清楚楚。說印度這個邦的秘書長一下就冷汗直流，沉思良久，說當晚決定投案自首。大家可以在網上查一下這個新聞，這就是最近的新聞。叫傳言了，不能叫新聞。也就是說，人工智能去防腐都已經到這程度上了，所以說人工智能去查稅，那不是易如反掌嗎？對不對？他根據你的報的數字，根據行業平均的稅率，对不对？人家交叉驗證，或者他很快就知道你有沒有玩貓膩，一查一個準。現在人工智能系統會自動抓取全維度數據，行業平均稅負、上下游發票流水、營收利潤匹配度、用工人數、水電能耗，你們這企業用了多少度電，交了多少電費，進口了多少煤，這些數字它完全全部交叉，你的產能產量，你的開工率等等要交叉比對。只要你公司的稅負率、利潤率、納稅數據顯著低於行業平均水平，那系統直接亮紅燈報警。以前是人審核就可以溝通，對吧？可以解釋，可以是說錯誤，酌情放寬。那現在是系統是封控鎖死，
而且基层的税務人員没有权限手動去除这个预警，消除这个报警，手动放宽尺度。如果是人工去整，他就可以给你通融，哪儿改一改，哪儿弥補一下，是不是把你給能降一個維度？現在做不到。所以這一輪補稅潮的底層邏輯很簡單，不是稅務局想搞企業，是財政真的沒錢了。那搞企業，他搞北大荒，搞中國銀行幹啥？那不是大水沖了龍王廟，一家人不認識一家人了嗎？都是龍生九子，都是嫡子，誰還比誰差一點是嗎？所以說來說去就是沒錢了。所以大家也記住了，沒錢了。不光我們牛馬韭菜口袋裡沒錢，上面也沒錢了，也在為錢發愁。所以個人所得稅這2年以2位數的速度增長，大家就能理解了。我們再看看今天滬市可以說再一次把19行情演繹到極致，那當然都是高質量的。截至收盤，滬指穩步上漲 0.23%， 深成指漲了 1.82%， 創業板指數暴漲 2.84%， 成交量明顯的放大，現在是 3.62 萬億，比昨天多了3000多億，說明金融消費者踴躍交易入市，交投兩旺。今天有1231隻股票一馬當先，為金融消費者創造價值，讓他們的賬戶又多了3、5斗，讓他們嘗受到經濟發展帶來的果實、成果、喜悅。同時主力也安排了更多的股票，4228隻倒車接人。那畢竟還有很多人還沒上車。再一次，現在主力可以說是叫三顧茅廬，一而再再而三的派這麼多股票回來接人。希望大家能上車，不要執迷不悟，可以說是三顧韭菜，希望韭菜放下身段，該上車。但是我今天看到一個一直唱多中國資產的，唱響中國資本市場光明論的濃眉大眼的高盛居然叛變了，這高盛居然唱空，所以我是必須要批判他一下。高盛一直這2年來一直是唱多咱們資本市場的，是吧？要看好人民幣資產。結果他今天居然在他的研報中表示，人工智能投資熱潮仍未見頂，但市場對其未來回報的定價正明顯跑在宏觀兌現之前。什麼意思啊？也就定價過高了。他認為我們人工智能這塊的投資熱潮還沒見頂，還要往前走，但是我們估值已經定價已經跑在宏觀兌現之前，已經充分的透支了，這意思。那這高盛這屬於唱空，對吧？要透支那也是韓國和你美國透支，咱們什麼時候透支了？咱們市盈率就是2萬倍、3萬倍，那也是正常。怎麼叫透支，是吧？你 SK 海力士、三星雖然市盈率只有10倍，但你那個才叫透支，是吧？英偉達、特斯拉、什麼美光，那才叫透支，咱們這個不一樣。所以高盛現在很遺憾，就是他不了解咱們這個叫壓艙石、定盤芯，所以說他現在叛變了。他連着唱了2年多，他突然現在開始唱空，他表面是就風險提示，實際上他就是在唱空，非常惡意，這種做法非常要不得。他說與90年代末不同，跟那意思跟互聯網泡沫那次不一樣。他說眼下的風險不再主要來自脫離基本面的純估值擴張，而越來越來自於市場對高利潤率和高資本回報長期持續的預期。高盛認為 AI 行情的核心矛盾正在加劇，基本面依然強勁，但市場已經提前計入了過多未來的收益。我是建議高盛你還是回去看看你們美國的那些氣質花，看看日韓的 SK 海力士，什麼三星，不要對我們的市夢率妄加評論，妄議我們的市夢率啊。最近由於我們消費似乎低迷，統計局公布的5月份社零數據是負的增長，求是雜誌深夜發文警示負向螺旋，所以顯然也引起了胡一進老師的關注。胡一進老師他也發了一個微博談到消費，他是這麼說的，他說中國不斷擴大消費，增加國內市場的容量，這是我們戰略性重大事項。他說中國已是最大的出口國，我們最終一定要成為世界第1大進口國，那樣我們的對外關係將更具韌性，工具更多。他說其實擴大消費本來就是國家的基礎性目標之一，擴大消費面臨的問題都是非常具體的，
他说，比如，他說網上經常有人說消費還用號召，大家有錢了，自然就消費了，這是大實話。所以國家竭盡全力促就業、保就業。但除了工作多、收入多就消費說消費，我認為還有很多其他努力空間，比如需要不斷創新，豐富消費場景，拉長全社會服務性經濟活動及消費的時長。比如夜間經濟，很多地方都不夠活躍。他舉例子了，他說北京早年的簋街夜裡1、2點還熱鬧非凡，後海晚上10點似乎剛剛進入人流高峰，現在夜裡顯然沒那麼熱鬧了。我去江浙一帶，發現晚上9、10點鐘人流也開始變少了，這與我想象的江南有很大不同。我不知道江浙一帶現在晚上是不是人少了，我不太清楚，因為咱好久沒有去過了。他說還有電影院，如果晚場看的人多，也能拉動出租、夜宵等等，讓大家有時間消費，這是另一需要打通的堵點。現在無論國有還是民營機構都太捲了，加班是個頑疾，加班佔了多少大家可以用來消費的時間。我有時真的不明白，一些根本不創造價值的加班，那些沒完沒了的會議，寫不完的報告總結，真就沒有辦法根治了嗎？擴大消費是大事，系統工程並非只是老胡說的這點小碎片，國家已經高度重視了，激勵政策不斷出台，但我能感覺到在社會治理諸多環節上，這件事並沒有被一些具體政策制定者、執行者真正納入考量範圍。社會消費好不好與他們關係不大，他們的正確性在於嚴管不出事。晚上的街道很清靜，員工比賽加班，他們中的一些人可能會覺得挺好的。這個胡金老師又在陰陽誰，我也不知道他陰陽誰。多多少少他把消費不振，他聚焦在大家沒時間消費，但他當然他也承認收入低是吧，或者收入這塊是個問題，有錢了大家自然消費，但是他還提出不同的意見。時間，也就是有首歌怎麼唱的，我想去桂林是吧，有時間的時候沒錢，有錢的时候没时间，大概这意思。那胡金老師他就主要時間，那為什麼沒時間？無意的內卷太多，天天晚上在加班，實際上啥也幹不了，就在那拼着誰最後走。胡金老師我覺得說的更多的是形式主義吧，因為很多工廠加班人是真加班，你多幹3小時你就多生產多少個東西啊，人家是計件的，不加班他工資就低是吧？那有的碼農就得加班，那不加班的带那 bug 他改不好，所以胡一金老師說的這種恐怕更多的是那種體制內的，他們加班純粹就是沒完沒了的會議，寫不完的報告總結。我也不知道胡一金老師陰陽是誰，形式主義唄。當然了，胡一金老師他從那個地方來的，所以他對那個地方熟悉，所以一提到消費不振，他就會自然會想到那兒，他對社會上了解不多。為什麼？如果要讓他對社會上了解更加充分一點，以前有網友就出過主意，把他的退休金給他減到4000或者3000，他馬上就感同身受了。為什麼不消費？沒時間消費，這個怎麼說？這只是一個非常次要的一個原因。所以胡一金老師批評這個，那是隔靴搔癢，核心還是沒錢，大家沒有用來消費的錢或者這個預算。我們每個人有很多想法，也要去這兒，也要去那兒，也要買這個，要買那個，但是可惜口袋空空。所以怎麼解決這個問題？核心問題實際上大家怎麼樣先有錢，把宏觀的那個5%的增長財富怎麼樣轉化為牛馬韭菜那個錢包賬戶裡面實實在在的錢，而不是空有着吧大江大河山河湖海這些東西看了還要付錢。怎麼樣實實在在的把這個 GDP 增長增量，對吧？怎麼樣轉化為牛馬韭菜這個賬戶裡面實實在在的錢，或者是怎麼樣轉變為牛馬實實在在的福利保障，未來的一個保障，那這樣的消費自然會好起來。所以胡鑫老師觀察的角度，他主要觀察是體制內那一帮人，那個群體。實際上大部分人天天躺在沙發上，不是沒有時間，他都沒有工作，時間大把，躺在床上躺在沙發上刷手機看大長腿或者看釣魚，他自己不願意出門點外賣。他們不是沒時間，他最主要是沒有工作，談不上加班，他連工作都沒有。還有3.2億靈活就業的人，那他們只能靠時長來撐着，多幹1小時就多賺1個小時的錢，你少幹1個小時，你今天賺的錢就不夠。所以說胡鑫老師這個似乎批評的還是體制內，
形式主義，加班耗時間，實際上啥这個效果也沒有，根本不創造價值的加班。胡鑫老師也不是一次批評，多次批評，這不就上行下效嗎？根兒在哪兒？得刨根問底，還得找到根源。好，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。謝謝大家。